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5月7日，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今仔日是母亲节，祝辛苦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台湾无人确诊，嘛是国内连续28天无本土个案，但是中共疫情若继续稳定，会建议总统就职典礼参与人数通放零。卫福部和新北市、高雄市有侪区公所人员为着审查纾困金去加班，不过案件也是坐甲审未了。这两天天气热，毋但新店溪有大量的鱼仔病毒死亡，大在试验林嘛发生火烧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讲，咱台湾无增加新的确诊病例，这也是国内连续18天无本土个案。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境外疫情还在滚假，所以未解除本土的流行警示。另外，疫情若继续稳定，会建议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参与的人数会当放零限制。指挥中心搁再宣布，国内7日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已经是连续28天境内无出现本土案例。另有本土已经度过2礼拜病毒潜伏期，社区相对稳定安全。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国内未因处理放松。我们每100万人的死亡，我们是0.3，那世界的平均是36。那大家可以看起来，就是说，在国际的情况，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流行。我们继续在边境的管理，还是要持续的加强跟注意。而最近美国纽约陆续有侪个确诊武汉肺炎的囡仔出现发烧、目睭红，也有肺管症起来，亲像喘气失症症状，是毋是新的并发症？对此，指挥中心讲，这种亚洲国家，包含台湾在内，也未听到喘气失症甲武汉肺炎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表现就很像我们传统过去所看到的小孩子的川崎氏症的表现，就是发炎反应比较厉害，到心脏血管等等都有一些受到影响哈。里面有相当比例的病人也是看到他们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抗体，在这几个国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后，那也需要有更多的整体的收集资料去做更好的一个因果关系的研判呢。就伫国内疫情慢慢较厉的同时，指挥中心会继续放宽大型活动指引的规范。若是疫情进一步稳定，会建议520总统就职参加人数放宽。这是毋是比较天9日疫情？一旦28天无病例，就解除本土流行疫情的警示。但是中讲天9日毋是全世界拢有，而且即阵境外疫情也是真严重，因此也未解除本土流行的警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母亲节，卫福部和新北市、高雄市拢有区公所人员为着要审查这纾困金，全去加班。像高雄市红沙区公所加班的员工就讲，因虽然放假拢已经来加班，不过这案件也是坐假审未了，而且佫查到真侪申请的民众，其实拢有保劳保，也是存款有几若百万。办理急难纾困的窗口，规排女职员拢伫加班。虽然是母亲节，不过为了完成顶礼拜所受理的1600多份纾困的申请文件，高雄凤山区公所社会科一半职员，无甲妈妈也是找囝来过节。哥哥在家里陪妈妈处理这样子，本来有预计要吃大餐这样子，对，因为那个量真的暴增太多。他们有想，但是我来这边是来加班，他在旁边等下乱。对啊，是有想，因为他们想说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过啊。这妈妈是趁囡仔也未困醒，就先走出来加班，敢若早着囡仔亲手做，随暗收入袋来陪伊上班。不过2天的假日拢爱加班的原因，除了因为案件多以外，内底更加有劳保也是存款几若百万的民众跳工来申请，也造成审批的负担。就是我们看到有存款可能已经达300多万的，这是很明显的不符合的，然后又是有的劳保的一看出来他是再保的状况，这也是不符合的。那中央他现在系统要做更新，不然我们同仁非常辛苦，没有任何资料，光凭一个切结书，要判断给他的一个急难纾困的金额，这样子对公所的同仁来讲压力太大。母亲节这天，高雄市总共有6个区公所加班，市府希望中央调整申办系统，让地方方便审查甲建立档案。而伫屏东市进前有一个阿伯开免入去申请，因为年岁超过65岁，确定袂用的。我顺口问了他一下，说：“阿伯啊，你经济较有困难？因为我看你开免入的呢，伊讲我迄是甲朋友借的。我们的同仁也看到他事实上手上带着一个
颇具价值的戒指。另外，新北市政府甲9000外份申请表交予卫福部审核，卫福部社工署甲部分单位车10月继续支援人员加班检查有问题案件，希望协助顺利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前2日，新北市送要上万件的吉兰纾困申请书予卫福部，引起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是照中央的指示在做，准讲中央爱地方诚信，也会紧来处理。若新北市伫咧明仔载就会开始拨钱。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讲，新北市的做法乃是在调陈时中，若台北市因是按算家己诚信，毋过钱就会较慢发。吉兰纾困金峰安上路，真侪民众到区公所申请。新北市先送将近万件申请案件去卫福部，志工加班处理，甚至被点名是错误示范，应该先初审。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一切拢是遵照中央指示，即马加钱压力真大。新北市会真紧审核，下礼拜一就应拨钱。所以昨天卫务部长这样一说，地方能审的就赶快审，赶快发送。所以我礼拜一一定会快速的发送给审定资格通过及需要的市民们。侯友宜表示，民众送件一切以设计师为主，法律责任自负。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认为，新北市送件做法有点仔极适中，家己感官较慢拨钱，有疑虑的爱送去中央审查。新北市那个做法，我也觉得太。就摆明跟这就有点逆时钟了。你要送给中央审的哦，如果超过5%的，人家会觉得我们是故意的。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台北市连可慢个1天2天才发给大家钱哦。但是我们能做尽量做。不过对酒店舞厅什么时阵开放，中央表示地方会用自行评估。郭文铁是批评中央无负责任，伊是主张开放，详细情形防疫会议了后宣布。我非常清楚，这是典型的不想负责任了，因为下令关容易，要下令开，你知道大家都不敢负责任。但是其他人都说，这个就是在陷害你了。人家其他5都没有一个敢开放，你要开放。郭文铁认为，确实连续27天台湾无本土病例，应该应解禁，甚至其他5都目前倾向暂时无要开放。新北市11会开放长照机构、亲子活动场所，其他所在还佫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酒店这寡5路场所敢要全面开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讲，业者若有做好防疫，地方政府就会当家己决定。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认为讲，这开放就要照起工，中央定着爱甲标准统一。另外，台中市的警方嘛继续针对夜店和 KTV 进行临检，要求业者和人客防疫工作就要做好。各位做的状况没有保持1.5，有人没有戴口罩。派出所的所长伫咧舞台顶悬大声骂，因为夜店内底顾客毋若无保持社交距离，真侪人嘛无滴喙烟，甚至对警方的临检也搁伫遐吵吵闹闹，无啥想要配合，警方只好加强临检的强度，除了要求业者摕出姓名登记表，一个核对身份，嘛要求所有人全部闭上喙烟。当场还是有4位民众没有戴上口罩，那经过我的询问他们也没有自备口罩，后来。我请业者提供，业者到时候当下也没有提供口罩给消费的民众来佩戴。因为疫情有较好，台中市长罗秀燕10号透早宣布，将分2阶段开放校园，扣掉25间学校爱办理会课以外，其他324校将会伫咧拜6、礼拜2天来开放，让民众来运动使用。对酒店安尼5路场所，当时会使开放。罗秀燕表示，开放应该一步一步来。可以保持社交距离的，譬如说户外或是室内可以保持社交距离的，那我们优先。但是呢，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话，那我们会再去检讨哈。总而言之，台中市是有步骤的。虽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只要业者会使做好防疫的管理，地方政府就会使决定敢会使营业。不过罗秀燕认为，中央应该要定出统一的标准，全国才会使有统一的做法，各地的标准才袂无同，让业者唔知要安怎办。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台湾小连续28天无本土病例，拜6、礼拜全有济民众去屏东慢慢的猪脚街买猪脚，统计讲这人客是比旧历过年搁较济，不过人济巷仔下就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而且有民众无挂喙烟，警方伫今仔日就禁止车驶入去，搁和卫生单位要加强防疫宣导。
人车上路客家地甜，屏东蛮乱猪脚街交通拍夹，因为每一间猪脚店拢排队排真长。传统的咧，爱伫咧母亲节买猪脚，互妈妈添好收。早起5点外，就有人来排队。店家7点开门营业，生意无停过。排到现在快1小时了。对啊，刚刚前面来应该差不多有60-70个人吧。往年都还有double 增长。对，因为我们来做10几年了吼，没有看过这种盛潮了。边境爱等1点钟才买到猪脚，排队已经无办法维持社交安全距离，但部分的民众也唔挂嘴烟。毕竟我们都有戴口罩，现在只是我真的是忘记戴而已。不然的话是觉得疫情最近都零确诊了 ，OK 了。我觉得我还好了哈，就是自己怕热啊。有人惊热唔挂，有人认为台湾27天无本土病例，较袂烦恼。但为着防疫，早起10点，警方开始禁止车辆入去。今天分局就会特别规划交通管制的时段跟路段，沿着主角街跟商家及民众做防疫的宣导。长到长的时间，卫生单位嘛，甲警方加强防疫宣导，呼吁民众一定爱挂嘴烟。交通管制嘛，将维持到暗时8点。记者王家传台香港屏东报道。新加坡政府原本讲疫情已经缓和，5月12就要开始恢复部分的商业活动。不过今仔日却增加876站的确诊病例，总病例是超过23000例。另外，南韩伫咧今仔日阁加34例，夜店的群聚感染是继续扩大，可能会爆发第2批的疫情。其实中国则宣布讲，因的中国风险区域已经拢无武汉肺炎的患者。结果，吉林省的舒兰市就出现10外站的本土病例，风险的层级嘛一直压悬，成做中国目前唯一的高风险地区。另外，已经解封的武汉市也伫咧36天了后，搁加一站确诊的本土病例。舒兰县医院已经隔离。中国吉林省舒兰人民病院7月开始关卡隔离，因为出现一个特殊的确诊病例，是一名13女工。不过，医部旅游署阁无甲相关人员接触史，感染源无清楚，而且疫情也阁有生团现象。官方7日宣布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其中11个都来自舒兰。疫情等级也为中风险提升到高风险，加入目前中国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地区。均为此前舒兰市确诊病例的关联性病例。今晨，吉林省将舒兰市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了高风险。中国官方7日真欢喜宣布全国高风险区域清零，无到2天就破功。即马舒兰市各实施封闭管理，公车暂停营运，全市严格管控。不只是安尼，武汉各地36天零确诊了后，各出现本土病例。确诊病例14例，其中12例为本土病例，分别为吉林11例，湖北1例，本土再次发生聚集性疫情。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为3月11日以来最高。这个患者目前是重症，因为大个社区捌出现20几例确诊，无排除是社区感染，即马也扩大消毒，加强社区管控。虽然武汉解封，各宣布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不过中央5月又原派出联络组到武汉，恐惊疫情未完全平稳，也无遐尼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发生伫咧印度东南部韩国 LG 化工厂毒气外泄的事件，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有13人。超过1000人受伤，引起当地民众是真不满。连续几日天拢伫咧厂区的外口要求工厂都要关起来。另外，尼泊尔因为管制疫情，留伫当地做事的中国人要求政府爱协助因返去厝。伫咧抗议的过程当中，却甲警察拍着伤，当场有47个人互人抓起来。参加抗议的中国公民在真侪尼泊尔警方的压制之下，被送上警察车带走。外面上这查某人原本4个伫咧闪警察，虽然尾一直叫，不过也是互查某警察掠掉咧。加德满都当地媒体指出，这中国人不是观光客，也是留学生，而是到当地中资企业工作的外来劳工。尼泊尔政府为着防堵新冠病毒拓开，实施亲像欧美国家的封城禁令。当时这段期间也禁止一般的定期航班来往尼泊尔甲其他国家。进前，中国政府已经安排包机撤走大约340名中国公民。这47个人也要求比照办理，不过一直拢无消息。所以无故禁令，先后到中国大使馆甲尼泊尔政府
府大楼去抗议。而在这抗议过程中，也甲警方爆发冲突。Restricted area ma directly police force लाई हातपात गर्नु चाहिँ नि अलि त्यस्तो गर्नु हुँदैन थियो。47个人被带走了后，有43个人被被释放，其他4个人受警方继续关起来。因为抗争过程的影片早就在当地社群网络流传。中国政府知影讲家己报道偏好，只好一方面希望尼泊尔政府公平处理，一方面呼吁中国公民一定要遵守尼泊尔的法令。另外一桩抗争甲武汉肺炎是无关系，不过示威者的情绪是更加激动。地点位在印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进前因为韩国 LG 投资的化工厂外泄毒气，造成至少有13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连日来，当地民众一直抗议，甚至捐出几啊名无烂者遗体，放伫工厂门口，要求工厂马上停工并且搬走。警方一开始因为人无够，互示威民众冲破防线，接近工厂大门。不过，较晚当局增加警力，才互抗议民众退走。印度媒体报道指出，伫警方甲工业主管机关会勘了后，因为工厂已经恢复正常。换一句话讲，村民所提出的 LGI 关起来，并且签线工厂的诉求，并无得到正面的回应。记者宋华报道。天气湿热，新店溪这几日溪水内底送数无够。造成大量的鱼仔冰岛死亡，上报是派买30只鱼船仔来护这鱼仔的尸体。那今仔日下晡点半，南投服务区的设站温度是降到40度。另外，台试验林有林区发生火烧山，火势炭尾1.5公顷。死鱼仔铺伫新店溪发出臭味，下晡大流的时阵，死鱼仔全部流向台北市迄一边；较暗退流的时阵，阁会流向新北市这一边。所以新北市甲台北市政府拢派出鱼船仔来估，将近30只。船长讲，这现象这几年来常常出现，已经连续2天来清理，用清偌济就算偌济。讲你个好干啊！敢会讲好袂了？除了用人去告死鱼仔，新北市高滩地工程处伫中正桥用拿油素来拿查，另外伫福和桥下下是野鱼网仔，用尽各种办法希望赶紧处理。按过媒体延迟报道，搁加上天气真热，新店溪用用量依然偏低，鱼仔继续冰冻。今天还是持续的有一些。那个无钩鱼跟乌鱼的部分有死亡的迹象。这一次大概是仅次在前年在前年107年之后，算是最大的一次，这算是第2次。嘿。天气真热，山顶也无平静。早起将近9点的时阵，民众发现台南实验林好像迎南区发生大火，因为消防车无法度到位，就派直升机吊挂水底拍火。礼拜日全台关分就出现伫南投服务区测站，下晡点半有40度。气象局表示，暗时为何方面报道开始落雨，按算会落到12，各地有希望温度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西滨快速道路彰化路段的区间测速，因为有侦查4月发生违规的告发争议，除了彰化关随暂停处地，中部地区包括台中、苗栗嘛拢先停用。公路总局嘛伫咧4月底已经招各单位来开会，讨论要安怎定出一个国家标准的检定方式。第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段，伫北上南通湾到白沙屯路段，抑个罗南通霄甲万里路段，分别伫去年12月甲今年1月启用区间测速，到4月举发4300外件超速违规。不过即马区间测速准确度被民众质疑，苗栗县警局决定为4月1日开始暂停举发。因为台61线彰化段的区间测速有异常，造成民众对违规的疑虑及公正性。所以说，苗栗县警察局已经函文了，报请公路总局来同意暂停区间测速。第61线西滨快速公路彰化段，因为4月底发现区间测速出现问题，引起外界对区间测速准确度的疑虑。彰化县警局第一时间就撤销罚单，也暂停举发。即马除了苗栗县警局对咧做，花莲县警局也决定为4月14以后违规案件拢暂缓寄出罚单。那我们会请设置单位找第三方的一个单位做这个整个机器的一个妥善率的认证之后，确定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违规单再做激发。
台中市伫第61线2个路段，也佫有向上路7段，拢有区间测速。虽然目前计划超速拢无出现证据，毋过甲公路总局开会讨论了后，也决定为5月初1开始暂停区间测速违规计划。警方呼吁民众，虽然区间测速暂时停用，毋过还是要遵守限速，才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讲，152间的高中职上千个学生发现学校的校规内底，还佫有体罚、禁止学生交往、何种清查即寡规定。另外有9成的学校佫有设早自修和特别节课，这真明显拢已经违反教育部的法规。原本教育基金会发起消灭恶心校规行动，互学生检查家己学校校规是毋是违法，总共检核152间高中职，超过全台公私立高中职的1/4。恶心的行为豆腐大量体罚，也佫比军事较严格军事管理，佫较含的也佫有规定，慢慢修正。查某囡仔内衫甲能穿白色。眉心及眉尾为中心点各1公分内，杂毛可修剪，但不得破坏原本眉形。你知道，我都不明白，我们教育工作者搞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原本定恶心指标，比如体罚、罚金、违法收查个人的物品、强制早自习或者是课辅、侵害廉价不当校规等等。恶心排名以数效上济为学生生活，比专控式监视为学校定定是用派的体罚。教育部虽然要求放松各种规定，按过比较学校依然有家己的原则。另外，爱校服务竟然是少当市长的厝。原本7年前就捌报道真侪违法侵权的校规，按过7年后佫检视。问题依然真严重。那我们会好好的质问教育部，为什么会跟我们人本做出来的结果并不一样？是没有看到，是你的工具有问题，还是你知道却不积极处理？原本教育部对违法学校处分修改校规，同时对公立学校查核、私立学校减少这手段，停止学校各种不合理的管理处罚，也希望定出保障学生权利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为着惊人济的烧话，台东的卑南乡就利用砖头内底放送，或是说用放送系统对妈妈讲出心内话，表达感谢。卑南乡长嘛亲身去受表扬的家庭送礼，希望互这寡妈妈过一个特别的母亲节。台东县卑南乡长这2天伫乡内13个川走丛，去今年得到模范母亲的厝内底搭红单，避免群聚感染。乡长也佫想出一个撇步，利用村内底的放送系统，互囡仔伫村办公室用线上放送向妈妈表达感恩。我自己还是10几岁的孩子的时候，父亲他就离开我们家，都是靠妈妈您这双手辛苦的把我们抚养成人。乡长陪妈妈伫厝内底听放送，妈妈拢非常感动，帅气囡仔马上现身来甲妈妈揽安安。特别来到了泰安村，我们都不善于用言语来面对我们的母亲今年我们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子女们表达。卑南乡今年选出19位模范妈妈，乡长柯文宪讲，也有真侪妈妈拢非常伟大，不过乡内预算有限，无法度一一颁奖。这摆利用放送传达囡仔对妈妈的爱意，也算第一摆，互全乡的民众伫空中共同参加母亲节。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听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离岛地区21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
古早时代吼，咱产业是全台湾连泥部上重要，嘛，这个产业算发展了上好的所在。是，即卖学生啊，咁好教。亲像教个国小的，国小的教因做手指嘛，啊因做好了后讲，啊我会使搁做一骹手指的，咁要送妈妈。是，唔是要送女朋友。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官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母亲节你要到啊？大家敢有好好啊？甲妈妈说多谢，感谢伊甲咱请大汉。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摇旗。摇旗汉字写作摇旗，罗马字写作121，此一旗。摇第一条，旗第7条。这字摇主要意思是养翅，咱讲摇铃就是翅铃。好摇翅是讲囡仔健康好饲的意思。摇当作教育，是较后来才有的意思。音嘛无同。人讲双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时。细汉的时阵，咱拢会当作爸爸妈妈，啥物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因拢会晓处理。大汉了后，才渐渐了解，其实因嘛是头一摆做人爸母，有真济状况，因嘛咧学，要安怎做才好。所以讲，当咱家己双手抱孩儿时，才知影做人爸母有偌辛苦。饲囝对爸母的时间、气力、耐性，嘛拢是真大的考验。俗语讲：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就是讲3岁进前，囡仔还算乖，4岁过就开始会如会吵，搁较大汉，囡仔有家己的想法啦。就搁较无要听是大人的话，真侪爸母就会讲啊，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教囡仔。伫古早的台湾社会，迄时的人讲，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也就是讲，古早时代的人认为查甫人袂晓顾囡仔。爱互查某人带较舒适，拖棚就是做代志，线行，脱线的意思。知影照顾囡仔是爸母共同的责任，无论查甫，拢是哪做哪学，无人一出世就会晓做爸爸妈妈的啦。溜、摇翅、摇铃，双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时，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家囡仔请养大汉，真正足无简单。有闲爱记哩关心爸母的身体健康，定定